台东的大白石溪、有牛油果、甲一寡柑仔柳丁哦，就伫要会当收成咯。烦恼讲会有风台搁要来咯，农民哦早起是赶紧来收整这个果子树，通收的就赶紧先收的，芒果会当来减少损失。 台东地区早起抑个出日头天气袂歹，不过这个大白石溪果子园已经请人来检收果子树的树基，则未到时风日头，会甲抑个伫咧树仔顶较细粒也未采收的果子扣着伤。树仔顶差不多抑个1/3的石溪，若捌来较大粒的，趁着路抑个会通，赶紧装箱再去市场拍卖。即马各位有嗰啲开花嘛会拍着啊，拍着你无通啊骗啊，紧家加价，安尼较毋要损失遐济。 较袂倒涨的遐济安尼。农业部台东农业改良场已经发通知，提醒农民要注意石溪、扩梨啊、加柑仔类水果，抑个金针，提醒农民提早收机，或者是甲已经会当采收的农作物先办来，减少损失。那可以采收的尽量尽早采收哦，免得到时候受到台风的影响，没有办法采收，或者是道路中断没办法运下来哈，这个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 杨柳风台愈来愈晚，客轮业者决定南树航线12到13停航，一那绿岛航线12过头了到13停航，请离岛的游客要注意准班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